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礼拜时间已经到吼，请咱预备心，同齐来敬拜上帝。伫主的名内的王应该得到呵乐，伫天理和平，伫至高的位荣光。请咱三甲来吟诗呵乐上帝，圣诗第222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也做将来愿望，互阮闪避外应风台，永定安稳所在。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湾徛地，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来告别咱的信仰。记载伫圣诗的头前第15页。台湾基督教会长老教会信仰告别。阮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疼比圣神投胎，对14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真理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定死、地死、国活。显明上帝的真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国和。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手持血脉，互咱伫万百世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保定阮伫本地，认同所有的自民，通过听甲受苦，来诚侪毋茫的记号。阮信人与上帝本体来悔改，做得赦免。用献身、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阮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会强讨来有份伫伊的创造，有责任甲伊三角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阁有追求真诚的心。总是人有做无用者的温数，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就挖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放，互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诚侪新创造的人，互世界诚侪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免，请坐。这是咱的启应，请掀开启应文第8篇。启应文第8篇，也就是诗篇23篇，伫圣诗的109页。启应文第8篇。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互我新的气力。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咱三角额头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伫今仔日，即个你所设立的日子，搁一摆引带同心的兄弟姊妹，聚集伫你的圣殿，同心来敬拜你。恳求圣神做工，运行伫每一位来到你的面前的兄弟姊妹身上，安静阮的心，互阮放下一切，独独仰望你，使阮喜乐的心，通开喙来吟诗学罗你，互阮有谦卑的心。通来领受你话语的教示，互阮彼此相听，通互众人知阮是你的学生。感谢主，今仔早起赐予阮真水的天气。虽然已经入去5月啊，天气的变化还是真大，
亲像咱的人生也是变化无常，总是主原知，无论是好天还是歹天，主你拢甲阮三甲伫地。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拢袂当互阮甲你的疼相隔离。你捌甲阮同活伫即个世界，你担当阮的罪，死伫十字架顶，你也杀赢死神，上到天顶至悬的位，甲天父同享荣光。主虽然你已经上天，原留伫世间，犹原要面对生、老、病、死，种种的磨难甲挑战。但是阮要强调，伫主你捌讲过，活活甲活命在伫你。信你的人虽然死，也阁要活；伊若活来信你的人，永远袂死。主啊，阮信，但是面对世间种种的挑战，阮也常常有信心不足的时阵。求你帮助阮，互阮活出永生的生命应该爱有的款式，通伫即个黑暗混乱的世代为主你发光做见证。主，阮只是要为着台湾社会最近种种的对立、冲突、混乱来献上阮的祈祷，求主彰显你的真理甲公义，拍碎一切的白贼话甲操弄的手段，也赐互阮教义的智慧甲疼心，互日常无共款的族群会当放下情绪，用事实甲道理出发，来做有建设性的沟通，毋是甲气力用伫彼此指责，会当放下成见，做伙来找求真理，共同来守护台湾的民主甲自由。主，阮也为着世界的和平来向你祈求，求主互世界各国的领袖会当归向你，行公义、好人民，毋是为着一时的利益偏离正道。求主也眷顾犹原受到战火影响的各国的人民，会当早日脱离战争所带来的痛苦。今仔日是大众传播奉献的主日，感谢主引带陈武光牧师来到阮的中间，开帖主你要借着伊带互阮的信息。求主坚固陈牧师所做的工，也赐予伊伫退休的年日，继续有主你的能力、气力甲福气，充满伫伊甲伊的家庭。主，阮也特别孝念蒋老师的大兄，伊的过身，求主安慰蒋老师的遗作，也仰望后面的一切，个别是一切拢会当顺利。所以，阮也孝念今仔日无甲阮三甲做伙敬拜兄弟姊妹，求主你犹原也保守看顾因。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讲受上帝的话，今仔日咱要读圣歌词，学落歹势吼，我看漏交去。学落圣歌词，学落今仔日要学落的是学落天顶掌权上帝，咱请圣歌词。
感谢圣歌队带咱认识阿罗上帝。咱即时来讲述上帝话，请掀开圣经约翰福音第11章第17节到27节。约翰福音11章17节到27节。课本第144页，台语汉字版第119页，现代中文字本是165页。约翰福音11章17节，若显着我来读。耶稣到的时，耶稣落伫梦内已经40啦。迄第年，阮耶路撒冷上3个落两弄5里，有犹太侪人已经就近马大马利亚，要为着因的兄弟来安慰因。马大听见耶稣来，就去治伊。马利亚犹原坐伫厝内。马大对耶稣讲：“主啊，你若伫遮，我的兄弟就袂死。我敢也知，既若你对上帝求的，上帝要互你。”耶稣甲伊讲：“你的兄弟要国活。”马大甲伊讲：“我知末日国活的时，伊要国活。”耶稣甲伊讲：“国活甲活命是在伫我。信我的人虽罔死，还阁要活。既若活的人来信我的人，永远袂死。你信即个吗？”伊甲伊讲：“主啊，是啦，我已经信你是基督，上帝的囝，就是来入世间的。”咱的圣经读到遮，咱今仔日要请陈武光牧师来甲咱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国活甲永活。咱请陈牧师。所敬听耶和书中心各位兄姐，大家平安。今仔是大众传播中心的奉献主日，所以我代表大众传播中心的董事长以及全体董事，向咱弟兄10万分的感谢。感谢咱过去对大众传播中心的支持、关心、带导、甲奉献。目前咱的社会是伫网络非常发达，上请资讯在爆炸的时代。科技的进步，互咱的生活变成做住伫一个无国家界限的地球村。任何有网络系统是技术，也已经渐渐互无线路所代替。因此呢，这个传播基金会也期待会当用网络来做完成的真正去实现圣经所讲普天的传福音互福音会当超越国家、超越语言、超越文化，宣扬到伫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希望传播基金会经过各种的困难甲挑战以后，当无放弃开始创设这个中心思想，更加会当坚持将上帝福音会当传到伫世界各地。希望咱中心家兄弟会当继续关心、带导、甲奉献来支持咱基督会所创办这个传播基金会所做事工。咱的周部业这奉献袋咱老师感动会当用奉献袋来为人奉献。
刷落去，咱来看大众同中心所制作这个底片的介绍。那你按中间吼。高的啊。后呢会忝袂？会啊，就是会。我感觉今仔日暗时咱台湾甲日本的比赛一无声音。我嘛感觉足精彩。我感觉即摆台湾队一定会赢。这是一对无舒服吼，甲伊囡仔伫运动场咧运动的情景。不要紧，咱虽然无法度看大声咧，看咱较大声但是咱会当控制咱家己，为着迄个更较要紧的目标，努力打拼，对无？还是无声音。谢谢吼。我看即摆伫网络顶面遐唱过台湾的人，毋知要安怎讲。其实我过去嘛甲因共款，咱台湾队出去吼，无咧，我是啦哈，毋使声但是后来我嘛想，有时阵吼，咱伫遐批评，对不对？比较来，这个声音较大声，但是拢无声。所以其实咱真做有信用的，咱毋免听遐其他物件，咱就做伙甲因教育、甲因鼓励，安尼就会使。咱再来看菲律宾书第1章27节，独独恁件代志，就合伫基督的福音。互我警察来记着恁，也是离开恁。会听见恁的代志，就是恁伫一个神徛在，用一生为着福音的事，相甲出来。你看，其实咱即摆传播基金会的网站拢换新的啊，而且有真侪真水、真优质的节目伫顶挂，包含即个美好教宗的绘本，真适合咱的囡仔。而且佫有即个上新的喃喃自语，邀请陈兰洲牧师要甲咱来分享圣经的内容，以及咱看到咱佫有针对即个族群无共款母语的信息，伫即个所在，咱有制作这真水的即个信息的部分，会当帮咱无相款的族群，会当来流传因真水的即个旋律甲因的母语。咱逐工嘛有即个总会所出的每日情感讲，要通过教爱教会刘准的牧师的努力，互即个每日情感讲对文字变做是线顶，互逐个人通过即个媒体的报送，拢会当送到每一个兄弟姊妹的手机仔内底。确实是甲因阵无相款，而且是愈来愈优质的节目，佮有遮影片，当来分享来欣赏。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过去，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看见媒体的力量，所以咱有一个真水的梦想，就是想要通过经营电视台来播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总是这个梦想愈来愈远，因为电视台的经营毋单单是需要真大量的资金，也是伫即摆这个时代有真侪的脱界。虽讲是安尼，上帝有缘为着传播基金会开一片新的门。现在咱伫厝内无的确拢有电视，但是一定有会当放影片的手机啊，或是 iPad。好，歹势无声音。我简单甲咱报告讲，即个新港大众传播中心到底咧做啥吼？大概差不多20年前吼，大众传播中心伫咱的台北大安教会旧礼拜堂的地下室，遐有一个摄影棚吼。不过迄个租金足贵，毋然呢嘛要请人演员去演啦吼。结果呢奉献的金额无法度付出，即个租大安教会地下室迄个场所以及演员呢来演，所以后来因就
全甲迄个所在收起来，吼啊，即马刷伫台南广播社啊，不过拢用一寡现成的影片吼啊，放伫即个新港公电视台。我想你毋知捌听过新港公电视台无吼？啊，即个人知影讲好消息电视台吼啊，好消息电视台呢，毋是咱电脑会电视台。新港公电视台才是咱电脑会电视台吼啊，不过因为咱电脑会望讲会用台语吼来做一个电视节目吼。不过我知影讲若台语伫中南部较侪人会看吼，啊若北部咱年岁较年长的会看，那青少年是袂看吼台语的节目吼啊，所以呢我都要讲奉献金额一直无多付出伫即个大众传播中心因为。即个支出吼啊，所以我拄仔讲，才会甲台北收起来吼啊，刷去台南广播社吼啊，合作伙啊，员工嘛，本来伫台北还佫有超10个员工吼，因为因捌请我去啊，即个我拄仔讲迄个大兴教会旧个礼拜堂遐吼啊，因一个办公室早祷会吼，我才知影讲有10个员工吼结果呢，汉一个员工人数嘛足济吼，所以后来种。撤销了吼，拢改掉吼，我伫台南吼广播社吼，一个人兼2个吼，今仔派我来就是伫7月吼，文理事工咧负责咧派迄个主任吼嘛咧派即个4月吼，所以咱总会缩少即个人数的费用吼，望会当用即个较少的费用甲即个新港广电视台继续来经营吼。我都要讲，即马新港电视台呢，因为网络真发达，所以本来嘛伫即个即个第4台电视台吼，嘛要有即个100毋知控台还是吼，即马无迄个经费吼，伫即个第4台吼，所以拢用网络吼，网络咱知影伫手机咱嘛会当看吼，所以咱若有时间吼会当拍迄个新阳光电视台吼。就会出现一寡节目吼，会当互咱看，安尼省足侪经费。虽然省足侪经费，毋过因有缘需要遐影片虽然现成的吼，足侪还佫有迄版权的吼，问题所以嘛有一寡支出吼，毋望咱兄弟会当继续为着时间讲因的需要吼。来关心奉献吼，拄仔讲开始咱电脑会创设即个新港电视台的目的，就是要用台语吼的电视来用咱的电脑会也是微信者传福音啦吼。不过我知影讲失败啦吼，因为看台语节目人无诚济，所以即马你若去看新港电视台吼，有台语节目无诚济啊。大部分拢是华语吼，因安尼才会当吼，遐个伫北部是讲遮青少年吼，会想要看新港电视台。若无呢，大部分拢是看迄个啥好消息电视台吼。好消息电视台呢，本来嘛是伫差不多100外台吼，因为因看人济，奉献人嘛济，所以即马是第15台。第4台、15台就有即个新港电视台吼，你就知影讲吼，嘛是咧，好消息电视台吼。不过我都要讲，新港电视台因为无够经费，看人嘛真少。本来是100外台伫台北100外台吼，即马嘛无吼。但是你若用手机也是你的电脑内面，一般会当你看到即个新港广电视台节目啦吼，歹势拄迄个无声音吼，所以咱无多了解最后佫一摆代表即个大众同埋用心的董事长以及全体的董事甲员工来向咱弟兄最诚意的感谢请咱好同心来祈祷。看阮特别感谢你，阮会当伫主日清早到即个圣殿用恭敬。感恩、和乐、谦卑、甲忏悔心来敬拜你，愿阮的敬拜会当诚做芳芳的祭，献到你面前，就来干รับ甲祝福。这个时也要通过落部喙开遐你的话，愿你就安静阮的心，拍开阮心门，互讲的、听的，拢会当伫心中上，即个帮赞甲激励。安尼恳求感谢，拢是奉耶稣基督名来求，阿门。顶礼拜日。是咱拄好过1年1摆的过节，我已经开始啊吼，我开始记得了，就是爱拜拜托吼，你看迄个爱看个吼，
开始麻烦你绑着。下一张。好，咱顶礼拜应该有用诗歌唱出耶稣对死过活的欢喜。然呢，咱嘛有思考耶稣过活对咱信仰的意义。其实耶稣本身若是伊家己有对死过活，伊伫世间的时，伊嘛有行真侪信仰互三个人对死来过活一个是伫咱城互寡妇的囝过活。第二个，已经我即个第二个第三个嘛，你看迄个狗好不好？来第二个是伫加利海的海边，有一个耶鲁旧的圣经，反正即爱路会堂主管查某囝过活。第三个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就是伫标在年城互列索罗过活。我下一张了下一个了你爱看迄个我的歌你对着我的歌好知影讲我下一个句要讲什么你唔好一直看荧幕爱看我的歌当耶稣行新约，互耶稣罗过活以前耶稣甲耶稣罗的阿姊马大有一段真有意思的对话这段话真值得咱一再来读，也值得咱详细来思考这段话信仰的意义。马大对耶稣的回答，就是咱所读的圣经第25节到26节的经节内容。我就分做3点来甲咱分享。头一点要甲咱想起的，就是过活的人生。过活的人生，耶稣对马大安尼讲过活在伫我，性命也在伫我。这是记伫咱拄则所读的圣经《约翰福音书》11章的25节。前半段和本圣经的翻译，若是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翻译讲，耶稣讲我就是过活，就是性命。现代台语译本的圣经翻译讲，耶稣甲马大讲我是过活，是活命。对这无相像圣经版本的翻译，互咱通知影过活的官兵，若是伫耶稣的手中。伊本身就是一个过活的主，性命嘛是安尼。性命的权柄，若是伫耶稣的手中，伊本身嘛是性命的主。若是咱肯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救主，那安尼咱就会当过着一个过活的人生，因为耶稣是所有人过活性命的一个主宰者。兼且有人要问讲，什么是过活的人生呢？是毋是要亲像耶稣互人钉伫十字架顶，肉体死去以后，第三天过活，安尼然后再来过一个迄种的生活，叫做过活的人生呢？是毋是安尼？毋是，过活人生是咧指照着洗礼。咱就会当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咱过去所犯的罪，亲像将罪甲耶稣同齐埋葬，也甲伊同齐过活，然后来过着一个新生命的迄种生活。咱过去的人生中间，兼且是过着迄种自私自利的生活。无想到伫别人因的需要，只有想到家己的利益。这种的人生是死的。过去的生活伫迄种无有愿望的中间，人生会失去目标。对属灵的生命来讲，这种的生命嘛是死的。总是通过相信耶稣是救主。伊会互咱属灵的生命对死中间，搁再过活起来。有一个叫做林隆吉牧师，伊是伫台中牧会，怎啊已经嘛退休。不过伊捌安尼见证讲，伊讲我伫8岁时，当时我3岁的小弟破病，除了找医生来治疗以外，我的妈妈差不多用了
组团迄种迷信的方法来医治我小弟的病，也到处求神问卜。但是经过无偌久，我的小弟又然死去。迄个时已经是真侪基督徒的大舅带阮去到南投长老教会做礼拜。迄礼拜林隆吉牧师做见证讲我真有印象真深刻。到今仔依然会记得当时去教会头一遍教会所听到的一首诗歌，歌名叫做《耶稣听我知影》，因为记载伫圣经。伊讲当时伊虽然只有8岁，但是这首诗歌大大吸引甲感动。耶稣会听，伫迄个时也充满着伊的心内。这个听真做伊甲伊已经过身迄个小弟，望伫将来会当三见面的一个希望线。因为当伊听了这首诗歌了后，伊马上对迄种本来是忧伤、痛苦、甲绝望的中间，转变做喜乐甲望。伊等伊到厝了后，将这样代志甲伊的妈妈讲起。就是伫教会所经历的代志，并且劝伊妈妈会当甲伊同齐去教会慕道，甚至会当相信耶稣是救主。果然，伊妈妈对迄时开始就真正去教会慕道，就是去到南投进入教会慕道。后来因全家伫遐慕道了后，经过一段时间，全家拢接受洗礼，真做基督徒。那呢？伊家己本身嘛立志，将来大汉了后要读圣学院做传教者。对时开始，因的全家就无搁再活伫迄种无望的痛苦中间，乃是有充满着望甲喜乐。这是因全家愿意相信迄位过活的主，带互因会当过着一个过活的人生，才有迄种的结果，就是带来喜乐甲平安。这嘛亲像使徒保罗伊写好跟着教会批信内面所讲的一段话，安尼讲无论什么人，一旦有基督的生命，伊就是一个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已经来了。就是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第二项要甲咱想起的是宝贵的应允，宝贵的应允。耶稣对马大安尼讲信我的人虽然死，也要过活。就是记伫咱拄则所读的圣经约翰福音书11章25节的后半段后本圣经的翻译，那是现代中文日本的圣经翻译做讲，耶稣讲信我的人虽然死，犹原要活着。即在圣经提到信耶稣的人，虽然咱的肉体有一天嘛会死去，总是有一天要对死来过活，也是讲犹原要活着。是信耶稣的人，毋是讲信耶稣了就永远袂死，肉体犹原会死。死会当讲是真侪人无愿意听到的字，也无愿意去思考的字。有关死的代志，嘛是真侪人无愿意来接受的事实。特别是咱的至亲，也是最亲近的亲人，亲像丈夫、太太、爸母，也是囝儿女，过身的时，咱常常无办法一时的来接受这种的事实。有的人拄着最亲近的人死去的时，靠死去活来吼；有的人食袂落饭，困袂去；也有一寡人需要经过一段真长哀伤的时期，安尼才会当来恢复正常的生活。毋过我知影有真侪基督徒，伫因最亲近的亲人死去的时，因用非常坚定的信心甲勇敢的态度来接受这种的事实。虽然伊亲情上犹原要有真多的毋甘不舍，但是因知影圣经顶面所记载的，讲到时阵，人一定有一摆死，
死后要有上帝的审判。这是记载伫希伯来书第9章的27节。那通过这节圣经，互咱会当知影，每一个人拢需要经过肉体的死亡，所以死亡并不是可怕的事。可怕是伫咱死后，上帝对咱的审判就是灵魂的审判。安尼，迄才是咱需要去看重的代志。另外，伫咱拄则所读的圣经，耶稣对马大安尼讲信我的人，虽然死，也要过活。伫遮所讲也要过活也必复活吼，是和本圣经翻译。经过我查过圣经的原文希腊文，发现伫遮所讲的意思，毋是咧指对死过活，那是有缘活着意思。所以，伫咱现代台语译本，也是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翻译了原款吼，翻译讲有缘会活，仍然会活，也是讲仍然要活着，有缘要活着吼。因安尼，咱对耶稣所讲的这句话，就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解释。伊的意思是指，相信耶稣是救主的人，伫肉体上虽然会死去，总是咱的灵魂有缘要活着。当敬虔的基督徒断开了，因的灵魂并无对着迄肉体埋葬伫土内面，也是讲火葬火烧了，灵魂就安尼吼，亲像真侪无神论者讲人死如灯灭吼，灵魂就安尼亲像电火安尼失去安尼吼，毋是安尼啦吼，肉体死去以后吼，灵魂有缘还佫活着吼。灵魂无对伫我拄仔讲，肉体埋葬伫土，也是烧去吼。咱是会去到伫阴间，也是到地狱基督徒敬虔基督徒有机会会当到伫天堂去，到伫过活耶稣基督为着咱准备迄个天顶的厝地遐，伫遐会当享受着无痛苦迄种安息。当咱咧传福音时，常常会讲传福音安尼讲，信耶稣得永生吼，信耶稣得永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时耶稣对马大讲，信我的人虽然死，有缘要活着。今仔耶稣有缘要对咱来讲这话，尚且这句话对伫遐的原理，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救主的基督徒来讲，拢是一个真大个非常宝贵的应允。美国真出名的布道家吉利安博士，伊嘛是一位牧师。伊伫主后2018年2月2日蒙主运调，享受满99岁吼。拿台湾话来讲起来是100岁吼。不过伊伫生前呢有一句真出名的话，安尼讲：天国就是我的厝，天国就是我家。我只不过是伫这个世界的过客，我只不过是这世界的过客。我感觉伊这句话真好，值得咱来思考。伊对死亡的看法是安尼讲：我知影人生就要到伫终站结束。感谢主，互我有生命甲人生的一切，我期待毋望会当上天堂。主2016年就是伊要过身前2年前吼。伊伫家己的网站吼，伊家己嘛有一个网站吼，看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针对真侪基督徒来提出有关天堂的5个问题。伊按照圣经的话语，伫遐来回答这个问题。伊讲生命一定有结束的一天，就是基督徒有时嘛要面对亲人离开世间，来产生迄种的疑问甲哀伤。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死去以后，真正有天使会当陪伴咱来上天堂、进入天堂吗？这是有人甲伊问的问题吼。这个克里安博士布道家呢，伊安尼回答讲是圣经指出，当信徒死去了后，天使会陪伴因、保护因的灵魂平安来进入天堂。
虽然咱无一定会当看到天使，也是感觉袂到天使的存在，但是当咱认捌并且接受耶稣是基督，是咱的救主以后，那安尼咱就会知影天使要一直甲咱同在，保护咱免得受到撒旦的攻击。因为伫诗篇91篇载赞诗人安尼写讲，因为伊就是因为上帝，伊要为着你，就是咱世间人，吩咐上帝的使者，伊的使者，伫你所行一切道路来保护你。另外，伫新约希伯来书第1章14节，也安尼记载讲，那安尼天使是甚物呢？因拢是侍奉上帝的灵，上帝派因找见因来帮助遐要承受拯救的人。对哥林多博士所讲的话，甲圣经拄则我所读迄2节的圣经，会当互咱通知影，上帝所差派天使是要来帮助遐已经得到拯救的人，就是到伫咱人生最后的阶段，就是肉体死去以后，天使嘛是奉上帝差派来陪伴咱的灵魂来进入天堂。这是第2点，会当互咱想起的。第3点，要甲咱想的就是爱把握机会，爱把握机会。今仔活着信我的人永远袂死，你信这一切嘛？就是记伫咱拄则所读的圣经，约翰福音书11章26节。这段圣经咱讲是耶稣咧强调拄则所读迄段话的意思。信耶稣毋是伫咱肉体死以后迄个时才来悔改，相信伊是救主，迄是袂赴的吼，来不及。耶稣要提到财主甲纳撒罗的比喻，这个纳撒罗并毋是马大马利亚的小弟，迄位纳撒罗，乃是共名的人吼。这位纳撒罗是乞食，伊生前有相信上帝，若是迄位财主，伊生前就无相信上帝。有一天，这2个人死去以后，迄个财主因为无相信上帝，所以呢，伊就到地到阴间未必来退休。若是迄个纳撒罗呢伊有到地天堂的乐园，伫遐享受永远的安息。当这个财主呢，伫阴间伫遐受未必来退休的时呢，非常的痛苦。迄个时，这个财主伫遐后悔已经上万人。希伯来书的作者嘛捌劝勉人讲，总是为着避免恁中间有人互罪所迷惑，心肠硬刚硬吼，恁就要趁着要今仔日的时日互相劝勉。这是记伫希伯来书第3章的13节，是咱就要趁着要有今仔日要活着的时日劝勉人，就要好好来把握机会，相信耶稣是咱个人的救主，毋通互罪恶所迷惑，就要真实的悔改。那安尼，伫咱肉体死去以后，咱的灵魂才有机会会当到伫迄个天堂的乐园，伫遐来享受安息。伫我牧会时，捌有一个姊妹，真望我伊的老爸传福音，并且嘛甲我讲，甲伊的老爸讲，将来肉体死去以后，安尼你若有信耶稣，你的灵魂才会当得救。若无，你的灵魂就要落到阴间地狱去吼。这个姊妹真在意吼，真看重伊老爸得救，我真感动。不过有几啊遍，我到病院探访伊老爸时，甲伊传福音，最后甲伊讲，你有要信主无？伊拢无甲我答应。到伊分别时哦，哇！这个姊妹赶紧甲我讲，牧师较紧哦，快咱去甲阮爸爸洗礼无？我讲我正常去的时，恁爸爸已经分别啊，毋知影人我即摆甲洗礼，
对伊来讲无什么意义吼。伊活着伊要澄清时，我一直甲劝，看伊会当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无，伊拢无甲我答应。所以即马分别你该洗礼，我该洗礼，嘛毋是代表讲洗礼就得救呢吼。我伫牧会时嘛真侪中职，甚至中职甲会友，拢有一个错误的见解，就是认为讲一定要有接受成人洗礼，还是建洗礼，安尼才会当上天堂。还是讲已经接受成人洗礼，接受建洗礼，安尼将来我一定就上天堂。毋是安尼啦我拢讲，你若接受成人洗礼，还是建洗礼，你只有摕到会当入去天堂的入场券、入场券，毋是许可证我想咱应该听有意思讲你若成人洗礼、建洗礼了，你就有一个入场券你去了呢，毋是讲你就保证讲你会当上天堂意思讲爱个准考证讲毋对准考证就爱经过真侪信用的考试，最后决定你会当上天堂未？毋是我来决定，嘛毋是某一个人甲你决定，上帝甲你决定这是才是个正确的信用。我真期待咱在座已经信主的兄弟，嘛应该爱为着咱至亲的丈夫、婚人、爸母还是囝女，因的灵魂得救来付上咱的心力。意思讲，因还未信主的，咱来常常为着因祈祷，找机会向因传福音，趁要今仔日的时阵，看免因需要来到教会亲近主，免得丧失灵魂得救的机会。有真侪人就是趁着要今仔日机会，愿意来接受耶稣成做因个人的救主，并且接受洗礼来告别因的信仰。这是一个真好的信仰表现。我相信上帝会按照咱的信心，也加倍来赐予咱。伫美国中西部靠近这个加州的所在，有一个州叫做犹他州，因的百姓大部分拢是摩门教的信徒。摩门教的名称原来叫做耶稣基督末世的圣徒教会，不过呢，后来因的中文的名称改做讲耶稣基督后期的圣徒教会。摩门教教义认为人死去的父母也是亲人，若准伊生前无信主，安尼死去以后会当通过要活着的亲人进入因的圣殿内面有一个死人的洗礼池，而遐叫迄个死人的名，并且互因的神职人员甲因行洗礼。安尼通过洗礼了，就是表示迄个死去的人已经有得救。总是这种的教义并无下伫圣经咱的长老会也是一寡正统的教派，包括浸信会啦、圣公会、圣教会释义会遮拢袂当接受死去的人为着伊洗礼就当得救迄种的教义。因为咱会当对约翰福音书11章26节前半段圣经，互咱通知影，既然活着信耶稣的人，则会一定永远袂死。既然活着是咧指肉体也活着的事，这无包括肉体已经死去的人。所以耶稣并不是讲已经死去的人，再来信伊的人也会当一定永远袂死。一开始我有提到耶稣伫世间的时，伊要行新约，互三个人对死来过活。不过这三个人因的肉体甲咱同款，有一天犹原佫会死去。总是耶稣家己伊对死过活以后，到了末世大灾难的一段期间，有真侪相信独一的真神上帝，以及接受耶稣是个人救主，才会基督徒，因的肉体要过活。这人的肉体过活以后，就无搁再拄着死亡。咱是肉体甲灵魂要结连做伙，并且要永远的活着，也要伫第二摆耶稣搁再来时，甲耶稣基督同齐做王1000年，就是有真侪人讲的1000年。这内容咱会当看启示录
20章第4节到第5节前半段。这嘛印证保罗所讲的话，保罗安尼讲，总是基督已经对死过活，正做得困的人拄啊熟的规矩，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人出熟的果子。这是记伫更多前书15章20节本圣经的翻译。这所讲，正做困去的人，这是咧指已经死去的人。拄熟的规矩的意思是讲头第一个成熟的规矩，这是咧指耶稣是头一个对死过活，然后就无搁再有死亡的人。伊就亲像拄熟的规矩，就是第一个对死过活的人。这嘛是要做所有信徒的肉体会搁再过活的一个凭据。耶稣有对死过活，表明咱基督徒的肉体有一天嘛要对死来过活。虽然基督徒的过活，这个情形这个代志是伫将来，总是因为耶稣有已经对死来过活。单单凭着这点，咱就会当知影基督徒有一天有缘要对死过活。亲像咱所看见拄啊熟的规矩，嘛知影其他的规矩嘛特别成熟一样。因为现代中文日本圣经将这段圣经翻译讲正做得困的人拄熟规矩，翻译做要保证已经死去的人也要过活，安尼就较轻便吼。但个人来讲，望通过我今仔所讲的信息，会当互咱通知影，耶稣基督是过活甲生命的一个主宰者。咱认为只有相信伊，我可以，那安尼咱才会当来过着一个过活的人生。伊要互囡仔愿意相信伊是救主的基督徒，是一个宝贵的应允，就是基督徒的肉体虽然有一天嘛会死去，总是因的灵魂有缘要活着，上请要得到一个永远的活命。安尼，虽然咱的肉体生命有一天会死去，总是伫世界末日的时，肉体有缘要过活，上请伫迄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台前，若是符合耶稣基督审判的标准，那安尼就会当来进入伫启示录所记载迄个新天新地内面，伫遐来享受永远的平安甲喜乐。弟兄姊妹，你毋望将来有一天，你的肉体甲灵魂拢会当进入永远活，并且是伫新天新地内面来享受永远的平安甲喜乐嘛？若是答案是肯定的话，安尼你就要伫活着的时把握机会，接受耶稣是你个人的救主。若是你的亲人朋友也未信主，安尼会当将今仔的信息来甲因讲，互因有机会来听到这个福音，然早一天来信主，得到永远活的应允，才能下头当心来祈祷。天父，阮天父，感谢你，互阮用这段时间，通过罗卜所签名的信息，互阮拄啊过了过活一礼拜，过来思考一个过活甲永远的信息，互阮拄啊了解，阮肉体虽然有一天会死去，但是阮相信耶稣是救主的人，有一天要亲像耶稣安尼，肉体对死过活，甲阮的灵魂搁再结连来。进入伫新天新地内面，享受永远的平安甲喜乐。愿阮有这种的确信，也活伫阮的中间，也将这种信息来传扬伫也毋捌主的人的中间。安尼恳求感谢，拢是奉耶稣基督名来求，阿们。真感谢陈牧师用圣经的话，甲咱带来勉励。咱即摆来应答上帝的话，请掀开圣诗第102首。哈利路亚又国活，哈利路亚又国活，咱的主出望国起，伊太赢死实的关系，天使保圣徒欢喜。
哈利路亚，又国话，永远话拢无过死，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下面咱来奉献，咱请民兵执事甲秋面执事来书献。请坐。下面我来报告，请掀开咱的周报。报告事项第一项，本主日是大众传播奉献主日。咱的牧师陈武光牧师代表大众传播基金会来分会请安正道。咱很感谢伊吼，本会也牧师今仔日受派前往台北中会的双和教会请安报告。第二，最近流行感冒的疫情真严重，呼吁大家做好个人的防疫，也建议有感冒的状况，也是体力较歹的兄弟姊妹，伫做时阵爱挂迄个喙暗。第三，拜五暗时甲查经要用每周的神工讲，请兄弟姊妹踊跃来出席。第四，要安排家庭礼拜的兄弟姊妹，请甲牧师讲来安排。第五项主日礼拜的这个题目甲这个经文，咱家己来看哈。咱看倒手边，咱的主的活动，主日上午10点主日礼拜，主日圣歌伫连唱是上午的8点45分，
拜五是每周有新眼光的查经是伫下晡的7点半。拜六每个月一届的操会班是伫上午10点。咱的圣工事项吼，咱即礼拜朝代是宴庆祭，操会是秋妹执事，清扫是宴庆祭。后礼拜讲道是叶牧师，书会是明义长老，书琴是玉洁执事，领唱是牛长老，出现是我本人甲民兵执事。招待是邦师兄甲陈英杰，插花是江老师，清扫是明义长老。咱顶周出席的人，主礼礼拜出席人数是30人，奉献的部分咱家己来看，若是有错误，请民兵执事还是小妹执事来提出更正。咱来看。咱本周的经句吼，约翰福音11章25节，我读一遍，咱台语读2遍，华语来读一遍吼。耶稣甲伊讲：国活甲活命是在伫我，信我的人虽亡死，也搁要活。请。耶稣甲伊讲：国活甲活命是在伫我，信我的人虽亡死，也搁要活。国活甲活命是在伫我，信我的人虽亡死，也搁要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福音11章25节。请咱用拱手来的笔数来请安。咱来吟煞尾边的圣诗，圣诗第380首，毋是389首吼，389首，我今日389首。阿罗上帝至悬至尊，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吟时后请陈牧师来甲咱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众大家三国地地，对这条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列岛闭会。